因为对高雄基丁顶头甲看到，这山脚的社区拢是乌乌暗暗，无啥特色。即马是因为高雄来推动城市美容的计划，甲旧社区重新来装它，互这个所在变作是观光的新地标。 伫徛过壁岛插国中蓄水，高雄基后山山块的社区变甲活泼有精神。基丁区公所得到居民的同意了后，旧年底开始用5个月时间，以基后顶塔看落去的角度，甲下骹的社区拢总7间经家厝拢拆卸，顶个月自己全部完工。彩绘起来也比较好看，很赏心悦目，而且对建筑来看，我们来看都，你像有的比较老旧建筑，一彩绘起来就整个焕然一新了。 为基后顶塔附近看落去，基丁社区和旧年底新完工的高山溪市场的彩绘，是隔一片海互相对看。这款美景，互游客是更较愿意行较到。没有这个彩绘的时候，它就是很一般的，就是房子的那个颜色嘛，水泥的颜色嘛。现在这个弄了彩绘以后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景色。 社区真侪观光客心中的风景之一，互居民嘛感觉真公营。最近各地头拢咧兴社区彩绘，真侪民众拍卡地点。不过学者嘛有提醒，这彩绘需要和在地人文结合，才会当创造地方的特色。那区长表示，当咧研究扩大彩绘范围，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用沙滩的视角。 那也可以来做，或是用我们第一港口的视角。那有一些部分像海岸路沿线，其实都可以来进一步来优化。高雄为卫武营、美美川、高山溪市场到基丁彩绘社区，市府和区公所透过彩绘美化旧社区。这款城市美容要向观光客来行搭，嘛要让社区居民有使命感，更较愿意投入维护参加社区的活化再造。记者陈焕武、明昭权高雄报道。